续来看这个苗栗通霄白沙屯的供天宫完成年度进香了后，昨深夜饭点来进行着开炉的仪式。啊，讲昨暝8点外，常常落大雨，庙前的广场大积水，即个是骹肚遐尔啊悬。啊，这个水阁冲入庙内底，顶头的演出一度受到干扰。也毋过信徒也是真热情哦，阁有人摕迄种大茶倒帮忙把这个积水甲扫出去。 6号暗时8点外，庙内通宵落大雨，雨阁落甲真大。供天宫外口的庙前广场嘛积水，信徒拢爱穿雨满。广场阁有顶头要表演，阁嘛拢浸伫水底。热心的民众倒摕供道的倒帮来排水。 除了庙前广场，供天宫庙内嘛积水，庙方人员摕扫帚来扫水，大家拢真无用。那时候有啦，淹很高啦，淹到大概淹哪里？淹到大概有这么高。8点以后那个雨特别大，特别大，从来没有淹水过的。我拱天宫差不多有淹进里面，差不多2寸高。上大雨，广场拢搭布棚，雨水阁对桥仔边仔喷出来。 当时庙内庙外拢有真侪信徒，大家穿雨满、举雨伞、风篮架、担高高。落大雨，各伫供天宫拢是为当时庙内准备要进行白沙屯妈祖年度进香结束的开路仪式。可能有一些某一些物品阻塞，突然间那个雨下那么大。 一瞬间水就比较没有办法流通。总干事讲，好佳在当时只讲赶紧甲排水沟的挂拍开，积水才开始退。开路仪式后来嘛顺利进行，只是想袂到这场大雨来甲真紧嘛真着急，互将来毋捌积水的供天宫面对进前拢毋捌看过的大积水。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